国会的释出，记者综合报道。生活的报备啊，来看花莲县政府和韩国Eastar 航空公司已经契约18桩包机直飞业务。今日头一只专机按韩国直接飞来到花莲机场，这嘛是韩国有史以来头一摆飞机直接探花莲。观光旅游的业者拢讲对这座线路真有信心。 韩国伊斯达航空737-800型的班机，载189个人，早起8点05分，伫韩国仁川机场起飞了后，伫10点顺利降落伫咧花莲机场。花莲县政府正注重这条航线，第一届虽然干18个航班，不过包机的目标定伫咧10年。 一周有3班呢是从仁川，1班呢是从釜山，所以等于一周呢有4班从韩国直飞花莲的航班，每一班呢大概满载是189人，可以换算出来呢，一周就可以增加呢大概有1000个左右的韩国的贵宾。 韩国旅客入关了后，就随去泰鲁阁国家公园来观光。花莲的旅客实际在1点要登去的飞行机来飞去韩国仁川，11月7日了后，可会当直飞釜山。对旅游业甲花莲民众来讲，拢真利便。以前要到韩国要坐那个北回铁路，然后到台北再转车桃园机场，非常的麻烦。花进花出的部分，这个来讲都会对我们花莲的当地的旅宿业者带来一定的这些所谓的住房量的部分，以及在这边消费的能力一定会比之前他们从台北进出的时候的力道还要大很多。 花莲县政府强调，讲面对观光拄到的问题，花莲最近这几年一直向国来争取直飞国际航线，目前除了直飞韩国仁川、釜山以外，还有直飞山东甘埔泽。11月份，还有华信航空花莲直飞日本的包机业务，希望对花莲的观光有帮助。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丰岛老人基金会。